啱啱我哋就即係熱烈討論咗，究竟有呢一個新嘅制度之後咧，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提升到成個公務員嗰個管理效率啦？但係其實呢個制度其實都好多細節咧，我諗大家都想去釐清啊。係啊，我想同阿蔡生傾下嗱，因為如果作為普通市民大眾啊，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公務員，最希望就係行政長官講完出嚟係有改變噶嘛咁啦。聽你嘅講法咧，其實你估計都應該無論係高層甚至乎中層咧，第時嘅作風都可能會有一啲適當嘅反應啊，可唔可以都由你講下？其實咧就係公務員入邊咧，17萬人現職嘅咧，最主要都係中層。咁啊，中層就上有大下有細，所以咧其實最主要作出改變嗰個可以帶嚟個立竿見影嗰個效果咧，應該係中層個心態上都要改變。事實上，尋日我哋都有係唔少中層公務員嘅同事咧打嚟關心，因為佢哋都係覺得好明顯咧，以後個工作作風咧係要變㗎啦。咁但係變起上嚟，公務員個系統咧，經過咁長久嘅演化，唔係話特首施政報告入邊一句説話咁就可以係啦。處長，你覺得咁樣做唔啱喎？其實喂唔係喎，你嘅層級未去到直接同處長對話喎。咁即係其實以後咧就係頭先都見到咧嗰個調查咧分兩級。我相信部門首長本身咧要恆常、經常地檢視第一級，不停地檢視自己部門嘅程序會唔會可能已經變成第二級咧？咁其實一定係咁樣做嘅。首先部門首長個風格要改變先，然後咧就係更加多地鼓勵中層嗰邊咧都係提出一啲建議，見到問題盡快出聲。因為我諗市民最唔滿意嘅一點就係個政策幾好啊，聽落去執行起上嚟點解又冇結果咧？咁公議員講嘅冇可能冇責任㗎。咁但係依家係層層睇落嚟咧，每一層嘅公務員都乜嘢責任都冇，咁市民就當然唔滿意啦。站在市民嘅角度，呢個好正常嘅。但係站在公務員同事角度，我都好無辜喎。咁點樣令到呢個制度要去再補充更多嘅細節，令到公務員同事勇於出聲，而且係有理有據，呢啲咧全部咧都係需要一啲細節嘅補充。尤其可能咧喺呢個重大改變嘅時候咧，多啲同公務員團體去溝通。因為事實上咧，譬如話呢個咁重大嘅政策咧，事先我哋就聽到就話會有一個高官責任制啦，或者高級公務員責任制。我哋連問究竟係邊一級嘅叫做高級公務員咧，都答唔到。咁啊，直至到行政長官咧施政報告嘅時候，尋日朝頭早大家一齊同一時間聽到。咁呢個就似乎咧就會令到公務員同事咧拿唔準嗰個方向。因為就算我要改，我要將呢個政策去落實，咁始終我哋政策官員離問責官員咁遙遠嘅地方，我日常工作點樣去改變呢？咁佢哋唔係咁容易拿捏到個分寸。而呢一個過程入邊咧，如果你冇一個充分嘅諮詢，鼓勵大家去討論，將自己擔憂講出嚟，而你政府方面有回應咗公務員同事呢啲擔憂咧，其實只會造成一個相反嘅方向，人人自危。其實嚟緊立法會有啲咩嘅角色咧？因為以前可能有啲咩嘅事情發生，可能立法會都會要求係咪有啲特權法去調查啦？咁如果而家有呢一個兩層嘅調查之後，公唔公開咧？其實未必會公開調查結果嘅喎。即係如果你牽涉一啲嘅私隱或者成咁樣，未必會公開調查。咁譬如作為立法會嘅議員嚟講，你哋有冇啲即係角色裏邊咧？可能即係監督一下，最終出嚟嘅調查結果係點樣？監督我哋不嬲都有監督嘅，咁我相信如果喺社會有一啲重大嘅事件，譬如你話好似飲用水啊嗰單咁啊，就算啊喺有個部門嗰個首長責任制之後，我唔相信我哋立法會就會冇咗個監督嘅嚇。咁但係反而我會覺得咧，如果有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如果個制度係良好優良嘅時候，可能喺嗰個調查事件嘅時間或者個資源上邊咧，係可能夠節省到嘅喎，係更加能夠快水落石出，係咪啊？找到嗰個責任都唔定嘅。嗱，我又問下盧偉國啦，頭先你聽到蔡生講啦，即係驚而家暫時未去咁多內容出台咧，就變咗人人自保啊！你點睇咧？作為立法會，你聽到華員會咁樣嘅嗱，我就覺得咧呢個擔心都可以理解，但係我覺得又唔需要咁樣擔心。點解咧？嗱，公道啲講。其實香港嘅呢個整個行政架構，我哋公務員隊伍咧，其實係效率好嘅，做到嘢嘅，亦都喺香港嘅競爭力嘅排名裏邊咧，有關呢個政府效率呢部分咧，其實就評分好高。咁所以咧就要公道啲對我哋公務員隊伍啊嘛，係嘛？出現咗啲問題事故個別嘅，就唔等於成個公務員都唔得。咁但係今次咧，我自己覺得
行政長官推呢個即係呢個部門呢個首長即係佢哋要佢問責咧，其實呢個就即係清晰啲嚇，將呢個即係精神化為一個較為具體嘅一個架構。咁而個目的咧，其實咧佢亦都喺呢個章節裏邊講得好清楚，即係值得讀出嚟嘅。佢就話咧，要係推動部門首長建立有效管理團隊與運作系統，破瓶頸、補短板，持續優化工作流程，不斷提升部門效能。係嘛？即係我唔係淨係話有問題要揼你，唔係咁解，而係希望咧建立更加進一步建立呢個文化。嗱咁啊，你話譬如嗰個效能嘅提升啊，咁後邊又有一段啦，特別講 AI 添啦，人工智能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即係第一咧，我哋覺得市民對於呢個更加清晰嘅呢個執行部門嗰個責任制咧，就會歡迎嘅。同時咧，我覺得公務員隊伍咧都應該視為一個咧係不斷繼續提升，係嘛？即係做得更好，即係一個咁樣嘅契機。我覺得就應該就做得好咧，就應該達至雙贏嘅。咁當然立法會議員有個責任啦，到時佢附屬法例咧，我哋都要審議啊嘛。咁啊點樣咧？如果真係去到嗰級調查嘅話咧，點樣啟動啊？嗰具體細節點樣去做咯？同埋個上訴機制，你哋都好關注係嘛？有冇得上訴啊？蔡生，上訴咧，其實依家公務員管理命令啦、公務人員嗰啲紀律條例咧，都係有嘅。但係呢一方面咧，的確係有唔少同事比較擔心，就係強化咗嗰個管理，提升咗個效率之餘咧，就似乎同事個上訴嗰個空間就比較窄咗。以前咧就譬如話係部門首長作出一個懲處嘅決定之前，你會上訴。依家就調翻轉頭咧，就係部門首長作出一個決定啦，你再向首長去上訴。或第二步咧就係全序委員會支持公務員事務局個建議，決定最終攞一個決定啦，你再向全序委員會提出你個申訴嘅要求，咁就我哋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好似有啲本末倒置喎，即係你都未聽我結論陳詞你就判咗，然之後叫我哋上訴，咁好似就對同事嘅保障咧就係唔係咁足，效率咧係可以提升，但係就有少少咧就係令到同事比較容易擔憂嘅呢點。不過我相信咧，到時個附屬法例咧都會照顧埋呢啲嘅，即係好多時候啲機制咧都梗係有一章節咧講係上訴係點啊嘛，係嘛？咁我諗嗰個目標咧就都係大家一齊去提升，能夠咧係更服務市民更好。好啊，咁所以呢度就會做好多細節。唔使擔心，明白。唔需要擔心。好，除咗呢個責任制之外，係特首想推出嚟就提升大家嗰個管理啊、工作效率啊、工作表現之外咧，佢另外一點提出嚟咧就話要一個更加嚴謹公正嘅評核機制，唔好大家都係嘛你悠悠閒又係咁樣同對咁嘅等級咁樣。咁究竟而家公務員咧嗰個評核機制咧係咪即係俾人哋一個詬病或者個觀感就好公式化咧？其實公務員嘅評核機制咧就好視乎咧就唔同職系甚至唔同部門嘅文化。咁佢個評核嗰個採取嘅準則咧，有啲都唔同，有啲就係才能為本，有啲就表現為本。咁你一旦係表現為本咧，講得難聽啲咧，就係唔做就唔錯，到期就等升啦咁。咁才能為本咧，亦都有個難處就係我點知呢個才能係點樣咧？你可能做呢個位普普通通升一級，原來係好有創意嘅喎，唔知嘅喎，咁又邊個夠膽推薦你升咧咁？所以其實任何嘅評核制度咧，都有佢嘅不足。咁如果我哋用結果嚟到倒推咧，香港公務員嘅表現係唔錯嘅。所以其實依家呢套評核制度咧，起碼都要合格啦。咁但係點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如果你話要改變嘅話咧，咁可能就要大家去詳細去充分去討論啦。咁因為頭先講過啦，唔同職系、唔同部門咧都有佢唔同嗰個準則，咁呢一方面咧就要好細心、好細緻咁去制定一啲細則出嚟。咁郭寬點睇咧？係咪即係要有效區分大家表現啦？咁要嘅，其實唔單止係公務員嘅評核系統咧，我哋要有所提升嘅。其實一般嚟計，大嘅公司裏邊一啲咁嘅評核機制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檢討嘅，因為好多如果唔係咧，就會流於好我哋叫做機械式嚇。因為我自己都成日評核啲員工咧，以前喺大機構裏邊都會出現呢個問題。A、B、C 其實你點樣評咧？係咪？其實都係好個人化。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睇翻其他嘅地方嘅政府咧，其實佢哋近年咧都用咗唔少嘅心思咧，去到希望能夠用一啲激勵同埋獎賞俾啲員工，希望能夠激發譬如喺公務員團隊裏邊嘅潛能同埋表現嘅。譬如
大家可以睇翻譬如南美洲上線智利嘅智利政府咧，或者係新加坡政府咧，近年佢哋都嘗試喺呢一啲咁嘅評核機制裏邊咧，作出一啲改變嘅。不過我同意嘅，好似頭先阿蔡生咁講，去到檢討呢啲評核機制咧，往往都要需時嘅。譬如我睇翻其他嘅政府咧，好多時候講都要講10幾年嘅。我希望我哋呢方面唔需要啦。哇！我哋講開即係好漫長啦，不如我揾阿盧偉國講下嗱，就係講北都咧，今次好大篇幅啊，就係咯，會唔會就係嗰啲喂聽你要搞咁長時間，所以大家就要快少少？我見你呢度都有啲關注，係咪可以講下？今次咧，的確係北都咧都可以講係今次施政報告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啦。咁實際上亦都唔係淨係施政報告呢段時間咧睇到就整個問責嘅班子咧，其實就大家都夾手夾腳，即係都一路咧制定一啲政策啊、諗計啊咁樣。一個重要嘅亮點當然就係有一個行政長官擔任主席嘅北都發展委員會啦，親自帶呢個就佢親自帶隊啦，係嘛？即係我哋成日講喂，真係要高層次架構推動呢樣嘢，咁今次佢回應咗呢個問題啦。咁下設3個組別咧，亦都就發展嘅幾同不同方向咧，就都係由即係司級嘅官員去負責。咁其實我整體嚟睇咧，嗱喺北都發展咧，政府有幾句口號嘅，產業帶動，基建先行，又話咧要利用呢個市場力量，所以一系列嘅政策措施咧，其實正咧就係具體落實呢3個口號啦，係嘛？產業帶動嗱，今次佢哋都講到咧，譬如話喺個招商引資，你嚟到呢度北都咧，我哋有好多嘅優惠政策咧，都可以度身訂造，政策包係嘛？政策包啊嘛，咁呢個的確係嘅喎，你嚟做譬如話做呢個原晶廠。同我做一個新能源嘅廠，咁佢可能各方面嘅即係要求或者某一啲嘅條件又唔同，咁所以咧呢個你真係要具體啲，即係唔能夠話哦，我俾晒優惠就係標準㗎啦，你嚟就嚟啦，唔嚟就唔嚟啦，唔係咁嘅樣啊嘛，我哋仲要揀產業添，係咪先？咁第二樣咧基建先行咧，其實今次亦都比較即係清晰，包括咧呢啲具體建設究竟有咩模式。咁呢度咧，即係將來亦都有一個即係特別嘅組咧去睇。咁啊，即係至於你話即係利用市場力量咧，咁呢個即係之前就講咗呢個片區嘅模式啦。咁但係今次咧，亦都係有好多真係令到咧係即係發展商係能夠係更加積極參與嘅。咁譬如話按實補價啦，按實補價咧其實唔係今次先至講出嚟，之前咧就前一段時間咧喺立法會嘅前廳交流會。嗰次咧係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主題啦，咁啊發展局嘅局長甯漢豪咧，其實佢都講咗按實補價呢個。咁其實個含義咧就係話，以前咧就係你要即係用呢個計劃嚟到，咁啊如果嗰個補地價咧，就基本上就補到盡嘅。整片最高價值嗰個嚟計你嗰個，咁今次咧就按實。第一，你可能係分期，你唔一次去做晒。你亦都咧明白佢高限咁多，你必須要起晒，因為睇你做咩嘢啊嘛，必須要起晒咁高㗎。咁啊冇錯啦，就按你實際可能你今次係發展幾多，同埋點樣分期，同埋咧究竟做乜？用嗰樣嘢咧去睇嗰個要補幾多，咁呢個咪即係比較即係實際能夠彈性啲、靈活啲，即係靈活啲利用到市場力量啦。所以點解話咧之前嗰3個口號咧，今次咧見到有具體落實嘅方法。OK， 好咁啊，好啦，咁我哋即係稍後咧，其實政府咧唔同司局長都會再出嚟啦，詳細再講解今次施政報告裏邊嘅唔同嘅政策㗎嚇。好，我哋今朝咧唔該晒3位咧，同我哋講咗呢一個有關公務員呢一個部門責任制嘅，分別咧就係華員會嘅秘書長咧蔡冠龍啦，同埋2位立法會議員分別咧就盧偉國同埋江玉歡，唔該晒。